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有伯牧师。今天11月1号，我们要分享的是重新建造心灵觉醒。以斯拉记10章1到11节。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从前你们由于邪恶的行为和思想远离上帝，做了他的仇敌。现在借着他儿子肉体的死，上帝使你们成为他的朋友，为了要你们在他面前圣洁，没有缺点，无可指责。哥罗西书1章21到22节。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段是关于以斯拉在处理犹太人与外族通婚的事件，也是跟圣洁这主题有关。我们知道圣殿建成了，复兴才要刚开始，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去违背诫命，娶外邦女子为妻。为什么这样的婚姻会让以斯拉撕裂他的衣服和外袍，惊惧悲痛来为百姓认罪祷告呢？到底对他们的信仰会造成什么样的危机，以至于要叫他们采取严厉的休妻手段呢？就是要让他们把外邦的妻子就离婚了。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国家的灾难都是因为他们的先祖离弃耶和华上帝，他们去敬拜迦南的偶像所造成的后果。然而婚姻的关系是影响他们很重要的因素，也因为如果以色列男子和外邦女子通婚，很可能因为婚姻关系的影响，会导致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去敬拜外邦的神明。我们以所罗门这个国王来说这样有智慧的君王，也因为和外邦女子通婚后不能坚持自己的信仰，结果带来国家巨大的灾难，王国的分裂，最后导致国家灭亡，被掳到外邦。所以以斯拉他在回耶路撒冷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心灵。知道百姓与外邦女子通婚的严重性和可怕性，所以呢，他就在圣殿前面祷告哭泣，承认这些罪的时候，有一大群的以色列子民，包括男女和小孩，就聚集围绕着他的旁边，然后悲伤痛哭。而且我们要来想说，为什么上帝要禁止他的百姓与外邦人通婚？其实原因就是怕他们在宗教信仰及生存受到影响。以色列人带着宗教的热忱回到故乡，那长久以来他们在经济上是有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们回来有一段时间那生活越来越困难，因此他们就会羡慕外邦人的生活水平和高级的享受，特别呢是在金钱物质的引诱。犹大人与外邦人通婚的目的有一个是为了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所以可能就在信仰上会有所妥协。那透过通婚可以改善经济，改善关系，他们也可以打入对方的群体，就是在这些河西省的这些的百姓可以和他们买卖交易，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在过去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他们受到河西省省长还有这些的百姓的污蔑，说他们要背叛王和阻止他们所建造的工程，
但是我们看都是在上帝的手引导护卫下，关关难过关关过哦。所以这些河西省的这些百姓不能够胜过犹大人。所以河西省的各族为要和以色列人通婚，为什么要和他们通婚呢？是因为他们原来的敌对政策失效，所以他们想要借由通婚的手段来达到同化以色列人的目标。这个民族因为通婚的缘故，好像变相被收买，这个民族中间的界限就会消失。河西省的人数他们占了多数，所以这样透过他们的实力和影响力，可能会导致以色列人屈服，甚至以后被灭族灭亡。所以以斯拉他惊觉这些的状况是非常的可怕，而且首领和官长他们成为罪魁祸首，带领百姓这样的一个犯罪。那这是河西省人的计谋，透过婚姻同化来掌控，特别是掌控一些领袖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呢，他们的官长和领袖就被设定了。我们看其中还有祭司、利未人、宗教的，还有政治上的领袖都被设定。可惜呢，大多数人其实只看重物质或者是金银财宝，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面对这样的诱惑，他们忽略了归回的生存对他们来讲是这样的一个通婚是有很大的威胁。面对以色列人的罪以斯拉在上帝面前祷告认罪哭泣，也引发了这些被掳回归的犹大人的共鸣。所以他们纷纷来到圣殿里面人数就越来越多，都在那边伤心流泪。他们愿意认罪悔改，离弃这些的妻子，弃绝他们所生的孩子。他们愿意与上帝立约，顺服上帝的旨意，而这并不是以斯拉所下的命令。所以这个时候百姓觉醒，从基层开始自发性的行动，并鼓励以斯拉要执行。他们也可以成为他的支持者，他们的帮手。这时候我们看到百姓当中有一个叫示迦尼的，他的父亲耶歇，也许就是在10章26节里面被查出来娶外邦女子为妻的那一位耶歇。他在痛哭祷告之后，勇敢反省后，向以斯拉说，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可能他的父亲为了娶外邦女子而将他的母亲休掉，因为他们这些河西省的人不愿意成为妾，所以可能示迦尼他有切身之痛，因此他勇敢挺身而出，宣告说应当按照律法而行，与神立约所以并且与所娶的外邦女子离婚，甚至连他们所生的孩子也要跟着母亲离开。他知道以斯拉刚到耶路撒冷不久，所以他主动来协助以斯拉，鼓励以斯拉要奋勉而行。他真心悔改所说的这番话和行动，感动了好多的百姓，所以众人呢就起誓要照着示迦尼所说的去做。百姓这样的觉醒，提醒了我们不要因为生活的需要、自身的利益而向这个世界所妥协，而丢弃了对上帝的信靠，失去了对上帝的心志。我们来默想以斯拉他为了百姓认罪悔改，求上帝怜悯，感动了百姓在信仰的觉醒，做出信仰生活的自觉行动。对你我有何提醒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赐给我们
有敬畏你、顺服上帝、保持警醒的心，能够与罪恶的言语、行为和思想、意念断绝关系。求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帮助我们脱离金钱与物欲上的诱惑，让我们不被这世界的价值观所同化，并跟那些心地纯洁、祈求主帮助的人一同追求正义、信心、爱心与和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